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现时开采嘅非金属矿产当中，泰里沙、三灰沙係青岛嘅开采嘅也有97%係拿来做父母奶嘅。七百年嘅紀錄片看見台灣，本人能看到嘅礦場開業對山拿造成嘅影響，引起萬億多人嘅關心。咱們阿奶嘅礦場其和幫廠嘅案例過交路過嘅。再個引起自然開發同環境保育嘅相綁，對台灣基礎建設同經濟發展嘅過程來看，父母奶產業是得講係支持建設嘅基礎，未帶動嘅經濟發展。唔過談論台灣各項重大國家建設嘅完成，我哋對父母奶嘅需求越來越少嘅。現時當然有25%嘅父母奶係出口嘅，假使有搶國內買家嘅流程嘅。有搭建大家個從事環保嘅父母奶產業，非常角色變啊，變更不佳喲。我哋更加按樣嚟看待安尼嘅產業呢？下禮拜同下禮拜嘅節目，我哋會本做四個專題來討論，先從頭講起事。山崩可落嘢，空氣嘅山壁一下就變下來。沙田製造父母奶嘅原料三灰沙，就透過各種嘅管道運出嚟礦場。交俾悠悠過後，再過用1450度來燒，再攞其他原料，就變作為我哋一般所知嘅父母奶。水泥是一個化合物啊，它是個化學合成物，只是說它的原料當中必須要用大理石或者像石灰石或者其他一些砂石來作為它的原料去生產出水泥，好，所以它等於說我們要做水泥需要有些原料礦，所以我們在台灣呢，台灣的大理石跟石灰石的含量是蠻豐富的啦，那所以就會從這邊去挖這些礦拿來去做生產水泥之用。也一包一包看起來無乜嘅父母奶，實係每一個國家一定重要嘅基礎設施，硬體建設、韓國國防工業一定重要嘅原料。其實你每天碰到的地方，大概都跟水泥有關。好，比如說你現在的地板，好樓地板，你的房子其實都是水泥蓋的嘛。你走在路旁邊的路緣石，這也都是水泥用水泥做出來的東西。混凝土最核心的就是一個角色，就是水泥嘛。混凝土這件事情其實是全世界除了水之外，人類用最多的一個原物料。講起台灣的父母奶產業，就係對1915年日本政府喺高雄設廠開始講起。1945年國民黨接受開採，成立嘅第一間嘅台灣父母奶公司，一直到1954年將開放民營，陸續有13間嘅父母奶廠加入生產。1975年到1980年喺台灣父母奶產業一定好嘅時期，嘅當時政府動態推動生態建設，打下喺台灣經濟發展嘅基礎，未帶動嘅房地產、韓國營建業嘅發展。嘅當時父母奶總產量一年就有1403萬公噸咁多，大約一年成長12.5%。50年代、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到70年代，對不對？所以很多大建設你都是需要水泥嘛，對不對？所以那當然是這個時候來講，它當然水泥產業在過去當然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相當的一個貢獻在那邊嘛。但係高速公路、國際機場、韓國港口也幾項重大嘅國家建設嘅完成，我哋對父母奶嘅需求越來越少，不過產量卻一直冇減少。故所國家就開始想，我哋還愛按大面積嘅來熱山頭生產按多嘅父母奶咩？如果我們在40年代、50年代的時候，台灣還很窮的時候，那我當然需要外匯嘛，對不對？你現在這個都，我們目前的產業來講，我們不需要靠你這個啊，對不對？那我們只需要內銷就好嘛。我們內部我們自己還是需要水泥，那這產業就好了。我們不要賺那個錢嘛。照統計，民國80年，台灣每一年人大約用掉1052公斤的父母奶。民國90年代減少到617公斤，26年搶存到506公斤添，用量減少一半呢。不過對2011年到2016年的資料來看，全台灣父母奶的年產量，相比世態建設的時期還要多。一年大約生產1489萬公噸。
内销量大约係1095萬公噸，外銷量大約係449萬公噸，將佢由三省賣到外國去。我们目前台湾的石灰石矿是2996亿吨，好，那何许的这些矿场几百个矿场，大概有72亿吨。我们每一年是挖的是大概2000多万吨，好，2000多万吨。其实你只把它除一除你的全部的矿场大概可以挖1万多年了。我目前的这些矿场大概可以挖300多年了。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有这样一个资源，我们要不要去存在？我们要不要去使用它？要不要去有序的开采？所以我们讲，你整个矿的开挖过程，或是之后，其实它会留下很多的一些问题了。那开矿人他不理你嘛？就我举个例子，台湾金瓜石的金矿，你现在去看它还是全世界最丰富的、最好的矿。每一吨的石头里面还有30几克、40几克的黄金哦。台湾的金矿，你还可以再赚几十亿啊，但是问题是说，你需要那几十亿吗？你拿了几十亿以后，台湾就会的好价吗？不会嘛。采矿係無法度恢復嘅破壞，就礦務局嘅資料來看，已經喺熱嘅石灰石嘅礦區，大約係11600公頃。受到民國80年福摩乃產業受到東部氣嘅影響。有67.6%嘅礦場集中喺宜蘭和個花蓮，總面積大約係7600公頃。也就係講，福摩乃一早喺熱礦賺錢嘅時節，就大約從29處台灣三大公園研發嘅山頭，都喺熱礦當中，根本就冇人重視環境成本。水泥是我们国家这个基础建设的所需啦哈，那早期更是很多国防工业都要用到很多的一个水泥哦。它的确也养活了很多人口，可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追求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在矿的部分当中，你可能去炸山采矿，那对环境造成的一个隐形的一个伤害，这个成本有没有环境成本有没有被估算进去？我们知道它其实在景观上它其实就是不美丽嘛，好，而且主要就是破坏水土保持啊，你整个山都被铲平了。那对于那个生态的冲击一定是很大的。那再就是说，水泥业这个部分，它不只是用到石灰石而已，它其实还有细沙，还有粘土，都采自花莲。它用量需求量那么大，对我们观光的冲击一定是大的嘛。纽西兰哇，这个天青水秀那个很漂亮哦。我告诉你，纽西兰有2个水泥厂。就是2个水泥，一个50万吨，一个47万吨。那你说啊，那纽西兰都进口就好了，它也没什么建设，干嘛用水泥啊？所以说纽西兰还是有它的水泥厂，好，所以说变成说，所以说这其实就是政府上面的一些思考了，它需要不需要，要不要？福摩乃產業喺台灣已經超過100年，為帶動台灣嘅經濟發展，未動有功勞。不過，一下台灣嘅經濟早就同民國50年代到70年代需要用3拿資源來換資金嘅時空背景是冇相同嘅。不過建設係停下來嘅，還係要用到福摩乃。故作福摩乃產業嘅問題唔係愛慕係睇管理，礦場嘅地點按樣嘅限制，按樣嘅落葉。重量按樣嚟控制，漳州的古道開發礦產資源，行過國土保安，也就需要政府來制定明確嘅產業政策。